后来继续来看立法院顶礼拜开天窗的总质询之乱，这个风波是继续来炭烧，就惊佫发生着类似的状况。即摆是无分蓝绿白，这三党拢派人轮班看顾着议场内底上新的状况。后袂少要质询的立委，拢提前到场，唔敢佫来指导咯。另外，针对着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任1个月表现。上新的民调，民众的满意度高达52%，超过一半。其中20岁到24岁少年族群对韩国瑜的满意度更加是将近60%。院长，我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啊，立法院议场内底空空无人，这是昨下晡2点半，民进党立委林楚英看到画片，刚刚看到除了伫咧台顶质询的国民党立委廖伟雄，大卡敢若无几只鸟话，总质询之乱继续咧拖，国民党要求民进党应该回到2点半无伫咧议场的行为会室内，即马目方这期敢是上定标准？就韩院长他有承诺会再次召集协商。那我们也期许下一次的协商就是循正常的程序。免则收煞高档爱阁潮，毋过就惊阁无人来，即马真侪人提早到机场等，亲像脑会结员即就讲，家己请助理看机场开会状况。立委张嘉宾嘛讲到，平常时等到真一会委员开始质询，伊才会研究是出发。即马看到真动会委员上台时，伊得出发到机场，就惊会扣人亏。国会改革刻不容缓。不要把自己认为是科员当久了，都以为自己是立法院、是行政院的立法科。这场总质询之乱，互哪里立委神经是假真严，韩国瑜现象敢麻烦转啊？根据上新的两会民调，韩国瑜上任后的表现满意度达到52.1%，超过一半；无满意的34.2%，其中20到24岁少年族群毛5成8满意。另外一份民调毛40.1%表示满意，最过无满意的38.7%。韩国瑜其实不对，不尊重我们的立法委员。然后呢，民众党跟国民党还在硬凹我想他们如果继续凹下去，他们的民调会更低。我想这正是反映国人对国会必须好好的监督政府莫大的期待。打上任满1个月7，韩国瑜的转变佫需要淡薄时间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